你是抱月楼的东家，看出来了，光我跟你说话，账都快算乱了。站那儿，看着我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抱月楼是你的产业？甭跟我这儿咬牙切齿的，眼红羡慕没有用，亲兄弟明算账啊！哥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整个抱月楼，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，都出自你弟弟我的手笔。这抱月楼就是我，是咱老范家的产业。为什么要办抱月楼？那挣钱还有什么为什么呀？反倒是你还好意思问我呢？啊，咱这书局办得好好的，你跑本席去了，你什么更新，你都不更新了，人家的读者都催更了，那我怎么办呀？红楼都写不下去了。家里人知道吗？那倒是不知道，一直瞒着他们，想给他们一惊喜。所以这些真是你的想法，没人逼你。真的不明白你，那挣钱这么好的事儿，咋还非得有人逼呀？你要不给我讲讲，我倒挺想问你的。你上北齐这么长时间，你是……我这，你疯了吧你？你打我吧！这跟谁呀？这是？不是，上边不就东家一个人吗？怎么这动静？一草一木是吧？一砖一瓦是吧？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！你别我你！我这不行！范闲，我爹都没下过这么狠的手，你凭什么？抱月楼是你开的？我开的，怎么了？眼红？老金头的事怎么算？什么老金老铁，我都不认识。你别说那我不知道的啊！我早就忍你很久了，范闲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叫人上来砸折你的狗腿？我还没叫人呢。范思哲，你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就跟你交个底。我是溜回京都的，还惹了祸。你现在出去说一声，说范闲在这里边，我就完了，比断腿惨，说不定命没了。甭跟我这儿卖惨了，真以为我不敢叫是吧？行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这仇你得自己报才痛快。去吧。好，你有难了啊！等着啊，别动啊！来人呐，快点！给我过来！我受不了这寂寞了！来人呐！怎么还剩几个？咱家这300勇士呢？都进来！过来！怎么了？咱们家这账这么乱？哟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东家，您刚才说要打断谁的狗腿？现在翻！谁？翻什么呀？谁呀？桌子的腿儿。饭桌子啊，饭桌子。不是。刚才让他伴我摔一大跤，明天把他给我改成茶几儿。茶几儿？不是，是。你叫的人呢？你刚才说，我要是叫人上来，你就死定了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这可算救你一命啊！先放你吧，不过你也别高兴，我还生着你气呢。
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这真气，最近总出岔子，刚打你的时候一急，就乱了。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。我不好意思什么呀？滕家母子是你抓的？什么？谁？滕子京遗孀。抓哪儿？抓鲍月楼来了？不可能啊！这老滕跟我关系也不错呀，我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吗？你不知道？不是，谁跟你说他在我们这儿的？有证据吗？有人看见了。我问问啊，回来。逼良为娼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我们抱月楼是个风雅之地，不是青楼吗？你气死我了！我好好跟你说吧。你是以为抱月楼是青楼啊？你想啊，要是在京都开青楼，老牌的青楼就3、5家，咱们再干这根本就不新鲜。咱们又刚刚入局，跟人抢生意怎么抢？所以必须得另辟蹊径。况且退一万步说，咱们老范家的孩子开青楼，传讲出去，爹不得打死我？那刚才那么多姑娘都是假的？那是真的，不是，但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别想歪了，他们不是做那个皮肉生意的。我找的这些姑娘啊，一个个必须得是知书达理、多才多艺，琴棋书画呀、诗词歌赋，样样都得精通。毕竟以色于人，终为下乘。我的目的是把抱月楼打造成在纷纷扰扰的京都唯一一片净土。让这些个文人骚客在这里寻找到内心真正的知音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独一无二。老金头的死，你也不知道？老说这老金头，他到底是谁呀？还死在我这儿了！我这买卖刚开张，死了人，我生意做不做呀？是哪个对家这么败坏我呀？我给他当面对质。就没什么人进过东家的房间？没有就这么自己摔了？啊。怎么了？看看你伤怎么样了？你半天也没看啊？这不得找会儿吗？万一打扰着你。行了，并无大碍，走吧。不用送了。哎，需要我？确实需要你。你说等会儿了啊。我刚才仔细的想了想你说的那些个谬论，倒是还有几分道理。少爷，我自己坐在这儿看账本吧，确实是有一些无趣。你看，这一跤把翘儿给摔开了。成长了，哈哈。这个刚才那儿有一个个儿挺高的弹琵琶的那个姑娘，还在吗？把她叫上来，给我弹奏一曲，我欣赏欣赏。红袖添香再好不过了，光要琵琶吗？来一套乐器。多的不要，只要琵琶。等我，不用送。
可要记着我教给你的啊！待会儿呢要多笑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，听到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丑鸭子变凤凰，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啊！可不能出岔子。好，我看挺好。进来吧。你干嘛呢？这会儿还不需要你。等会儿啊，完事儿我叫你。嗨，被你发现了，我就猜到了，夏夏。不错啊。快下来。是他吗？桑文，桑姑娘。哦，三姑娘。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这抱月楼到底是什么所在？自然是青楼啊。怎么能是青楼呢？你是东家，你不应该清楚吗？哥哥，这个我是真不知情，这都是袁梦一个人操办的。你自个儿的买卖，平时自己不来。我只有查账才过来，平时我也不过问。哎，我又不喜欢唱跳。我问你啊，三姑娘，那这个地儿逼良为娼是真的吗？人就关在后院。哥，我一定给你严查啊！明查呀？那可不我查了，我被骗了呀，我也是受害你者。是东家，你查说得清楚吗？哎呦，我说得清死。我说你们俩查，你坐近点行不行啊？折腾谁呢？反思者，能耐了是吧？啊，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都是你的，你的产业。哥，其实吧，我承认刚才我说的有一点点吹嘘的成分。说吧，在哪儿雇的这个圆梦？哦，他不是我雇的，你不是东家吗？东家不止我一个，还有谁？咱们最近赚钱了吗？自然是赚了。我就说嘛，赚多少啊？大东家在里面查账呢，要不你跟着进去看看？表哥到了。表哥，这二东家管你叫表哥？啊，他是我娘家娘那边的亲戚，哪家的孩子？皇家的，皇室子弟。我娘跟宜贵嫔他们不是堂姐妹吗？所以宜贵嫔的儿子跟我应该算表兄弟，没错吧？宜贵嫔的儿子，三皇子。哎，我表弟啊。小范大人，要不我先出去吧？哎，干嘛呀？我不敢听了，我怕知道的越多，活得越少。你还是先坐吧，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都听见了。啊，已经晚了。啊。这帘子颜色也不行啊，尤其是这飘带。那您觉着换成什么颜色好啊？蓝的吧？行，哎，别，粉的好，那就粉的。紫的好像也不错，那要么紫的？最好三个颜色都有，混在黑色里头。乍一看是黑的，仔细看，蓝、粉、紫三个都有。换成五彩斑斓的黑。啊？这个烛台也不行，不好看。换一个粗壮大气一点的。好。还得带一点细小轻巧的感觉。换又粗又细的烛台。二东家，
大东家在上面查账呢，您要不要也上去看看呀？不急不急，开着抱月楼啊，赚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赚钱。他刚才说那句话，你听懂了吗？现在的银子不好赚。还没懂吗？哎，从头给你们讲一遍。他其实就是为了面子，面子啊！他不管开什么买卖、做什么生意，只要能挣钱就行。能挣钱呢，就证明他有眼光、有实力、有能力。回到宫里去呢，就给他娘露脸啊！不是，他在这儿开个青楼，想在他娘面前有面子，这孩子怎么想的？哥，我不都说了吗？我跟表弟，我们俩都是让坏人蒙骗了，我们不知道鲍玉楼是干这个的呀。于桂嫔就没多问。表弟跟我一样，都想给娘一个惊喜。那他是在哪儿雇的这个袁梦？我是真不知道，你老揪着这圆梦不放干什么呀？你还没明白？这个跟这个颜色撞了吗？这红的，你把它改成换紫的啊！换啊！这个不对，那个就是他换粉的好吧？啊，好，这儿换黑啊，过来。好。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换成紫的。不，那个这颜色有点撞，不行。还有不少地方能改，我想想，回头一块儿说。好，哎，表哥在上面呢，大东家细心，一个人在上面查账，他一个人查账。还有唱曲儿的陪着。表哥一直不喜欢听曲儿。走，去看看。你慢着点儿。表哥，我进来了啊！进来吧。不是听曲儿吗？怎么你唱上了？你不说我还不生气呢。你们这怎么教育的呀？啊，这弹的还没我好呢。回去再练练吧。啊。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跟下去。当年我在流清河当花魁的时候啊，这琵琶呢还是我弹的最好。解释。那你待会儿想听呢就喊我。哥，我也会，要不我给你唱两句。别跟我捣乱了，这都你从哪儿找的人啊？你是哪个？这人是都到了呀。别家到了。你确定范闲这时候在里面？绝对在，跟我一块进去。殿下，这喂，做人可不能瞻前顾后，想给自己留退路的，往往都成了绝路。小人遵命。真聪明，走，看热闹。你把他咋样了？晕了。这就晕了。我好歹也是个高手。哎，那你那真气呢？怎么样了？缓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那他要是醒了，我咋跟他解释？他看见你了。你说话呀？怎么了？
这么信任啊？二殿下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找我的。他知道你在这儿。我提个醒啊，这楼前后左右都被围住了，哪儿都去不了，更别想着翻窗上房了。开门吧，迎客。你不是不能见人吗？一扇门可挡不住皇子。开门。二殿下，少爷，别来无恙啊！真热闹。这是，困了吧？睡会儿。这是驴踢的。范闲，好久不见了。也没多久吧，满打满算不到半年，可在我这心里啊，觉得都过了2、3年了。京都没了你，真没趣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去北齐的路上，燕萧一想要杀我。真的？我呢就一直好奇，他怎么知道我的行程啊？我要走哪条路没告诉过别人。那他怎么知道的呀？其实很简单，知道我不走哪条路，就可以算出我的行程。此去北齐路途遥远，沿途关卡尽是你的门下。不走丰明关，又不想绕远，我会选哪条路，再简单不过了，不是吗？所以，联合长公主想要杀我的人，一直是你。范闲，其实抱月楼私卖人口的事，随便查查就清楚了。大东家、二东家全都在这儿了，还有我们假死回京的小范石贤，这场面可真够清楚的。是，这会儿说抱月楼跟我没关系，怕是没人信。其实啊，到如今这一步，私卖人口已经不重要了。范闲，你假死欺君，才是实实在在的死罪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感谢王启年王大人，布局这么久没有他，还真遇不到啊。老王一向办事得力。老王，你这是吃里扒外啊你！殿下，如今小范大人已入殿下构中，还请殿下履约，将王某妻女归还。人不在我这儿，殿下明明答应了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手里有的都可以给你。但你妻女真的不在我这儿，我想过派人去请他们，但去晚了，人去屋空。人真不在殿下手上，千真万确。哎，你不要慌，等这事儿过了，我帮你寻呢。能去哪儿啊？
我以为人事让殿下。理解。其实我也挺奇怪的，把人抓走了，也不留个要求啊。是不像你是吧？抓人人命都是为了谈条件。这不重要。其实到现在，我真的有点被自己感动到了。即便到如今这般田地，我依然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如果你愿意化敌为友，我立刻放了滕家母子、鲍玉楼的麻烦事儿，一笔勾销。到这个时候，还得是你来原谅我。都一样，人生在世，谁没做过什么错事儿啊？放下，放下就好。放下？怎么放下？鲍月楼买卖人口、逼良为娼，这些人受的委屈该怎么算？该怎么算？找你算。他们这样都是你造成的。我不在乎他们，我在乎的是你。只要你愿意化敌为友，这些人不都你说了算吗？两条路，要不然和解，要不然杀你。明白了。我不和解，李承泽，咱俩不是一路人，我跟你注定为敌。可惜了。京都府办案，放家令！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你都死了，怎么把京都府差役给调来呢？不对，没死也调不来京都府，会是谁呢？哎，各忙各的，免礼吧。二哥也在啊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那咱们聊聊。都免礼吧。太子殿下，这孩子什么章程啊？困了，睡一觉。就这么睡啊？孩子长身体，觉多。我小时候也这样，理解。理解个鬼！哎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驴踢的。嘿，二哥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。太子殿下怎么有空来这种地方啊？闲来无事，看见京都府办案就跟过来了。办什么案呀？鲍玉楼啊，私买人口可是国之重罪，我得来看看呀。谁成想在这儿还碰上二哥了。二哥，要不明日再来？啊！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。思什么？怎么思啊？范闲欺君，这是死罪。你连这也敢护着？他不真死了吗？眼前这位是？陈二哥，你可别吓我啊！我这眼前哪有人啊？你得想想后果。包庇欺君，这是同罪。我近日啊，甚是乏累，我眼瞎，不二聋，我何罪之有啊？
这事要真是闹大了，你觉得你护得住吗？不知道，咱试试吧。京都府衙办案，拦着的，按谋逆处置。就不动动脑袋想想，怎么收场？没想过，要不然你想想。冒昧问一句啊，太子殿下怎么知道今日我会来这抱月楼？王启年，嘿，殿下，殿下，这千怪万怪呀，这都得怪我家大人啊！小人本质还是纯良的。范闲去抱月楼了？正是。那你一会儿还得去二哥家。小范大人说了，只要太子殿下时机把握得准，就能把人堵在抱月楼里。范闲这是把自己当鱼饵了，就希望太子殿下钓得开心。连环套，真把我给骗了！这都是我家大人他的心眼儿太多，小人也是勉为其难。要是你的亲女真是我抓的，刚才我都把人交给你了。还好哈，他们母女啊不在您手上，这就安全多了哈。话套得好，坑啊挖得妙。哎呀，小人惶恐，小人惶恐。王启年，你这坑蒙拐骗挺自然，把我都给骗了，平时没少干吧？哪儿有啊！王某一向都是洁身自好啊，主要是被我家大人呐给拐着的啊。哎，二哥，咱这刀都拔出来了，怎么你还聊上天了呀？拔刀？拔什么刀？哦，没拔呀，那就坐下聊会儿呗。你说这是自家兄弟，你又贵为太子，在你面前拔刀，那不是谋逆吗？当个玩笑，开个玩笑就得了啊！正因为是自家兄弟，我才得劝你两句啊。这抱月楼你就不该来，这旁人要是看见了，难免会闲言碎语的。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家，但抱月楼的二东家是你这长身体的弟弟，这二东家也是你长身体的弟弟。二哥，你还真错了，楚军不入皇子之列。他比我小吧，但他排老三，所以这兄弟啊算不到我头上来。怎么着？今日准备把我给拿了？这话说的，我把你当亲兄弟，出了这门啊，我只字不会提的。那我该怎么回报呢？把滕家母子放了。啊，范闲不是不在吗？刚刚是我的心声。哦，其实闹翻了又怎么样？这抱月楼与我毫无瓜葛。外人诟病两句，我不疼不痒。抱月楼跟你毫无瓜葛，我问心无愧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那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好。哎呦，楼下是圆梦吧？他们在说什么都听不见。不知道，别烦。曾经流金河的花魁名气不小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洪城收了他。洪城虽是靖王世子，但是我与他缘浅，并不太熟悉。二哥跟他挺熟的，可以说洪城为二哥马首是瞻呀。把话说明白点啊。这个关系呢，就是圆梦跟洪城，洪城跟二哥，铁三角吗？这不是？外人看来，二哥跟着抱月楼还是有点牵连的。有点牵连恐怕不够吧？就怕深究。那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呢？人言可畏啊。直说吧，人言可畏，想换点什么？所以把滕家母子放了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一句人言可畏，我就放人。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？看人真准，我还真是。
说到底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咱们是自家人，谁退一步无关紧要。潘五舅，殿下，把滕家母子送回住处。这个快去。是。还有什么吩咐呀？你放心，人我肯定放，不打折扣。人言可畏，我害怕。那二哥有什么吩咐吗？太子这都到了，我还不低头认输啊？麻烦问一句，能走了吗？请便。人心难测，好自为之。哎，他跟谁说话呢？不知道。府衙办案，别给人添乱，别耽误人家了。琢磨什么呢？你觉得他真的假的？以我对二哥的了解啊，他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只要他答应了放人，那他一定会放的。我是觉得他妥协的也太快了，就算局面不利，当场就走也是一种做法。就这么容易放人？那有可能是就我说的那铁三角，他肯定也觉得说，那外人看来他不可能跟着抱月楼啊一点干系没有，是不是？圆梦这个漏洞，未免也太大了点。那有可能是我来的太急了，他没来得及藏人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为什么非要这个圆梦来管抱月楼？换个人不行吗？人家圆梦是花魁，这八面玲珑之人，最适合的就是干这活了，对不对？他借抱月楼坑了范思哲，然后给我送信儿，又抓了滕家母子，费这么半天劲，现在就这么算了？人家本来啊是想抓你个欺君的，谁成想这计划落空了。有没有可能圆梦是他故意送出来的漏洞？那他图什么呢？图什么？是啊，图什么？人放了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。孤儿寡母的，别把人吓着。咱们就这么把滕家母子送回去？但是没抓着，放就放了。况且为了这事儿，他玩命，不知道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咱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！急什么？鲍玉楼这出戏才刚刚开始，只有他以为他赢了。那王启言呢？他倒是真把我给骗了，是个人才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王某算什么才呀？顶多算是个人。殿下您实在是谬赞了。哎，那这个人还挺谦逊。不过能骗得了二哥的人啊，可真不多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主要是殿下您福缘深厚，再加上我家大人那是妙计连珠啊。我呢，不过是尽了点老实人的本分啊，所以才把这事儿做得这么漂亮。老王，哎，差不多得了。好嘞，
这暴雨楼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能不能把人放了？如果现在放的话，估计一个活口都留不下。那就先封楼。你安抚他们，等我正式回京，一定给他们条生路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楼里有一个姓金的姑娘，你尤其照顾着，把卖身契还给人家。对得起我嫂子。这生意这么好，说封就封啊？不干了？不敢干。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，底线不敢碰。也罢，那我就不多留了。你呀，尽快回使团，别耽误了使团回京的日期。我马上回去。殿下，滕家母子那边这段时间就麻烦您派人照顾了。这个你放心。那二哥那边，你是打算一定查到底？那就好。史家镇那边这几天会有新的消息，别的不多说了，等你正式回京，咱们干票大的。殿下难了。哥，我跟你劝你两句啊，这个太子殿下跟二殿下他们斗归他们斗，咱千万别掺和，这是掉脑袋的罪过。掉的又不是你脑袋。哎呀，掉谁脑袋也不行啊！就上次你那个死讯传回京都，那整个京都都炸了庙了，那都轰轰烈烈的，多少人上家送礼去，你可别折腾我们了。等我活回来，这些东西全退回去。人家不要。干嘛不要？大人您想啊，您要是没死，那这里谁敢往回打呀？要是您活了，那懂事的那不得再送一批礼过来？就不是那当官的材料。这都什么破事儿？这可不是什么破事儿啊，这就是京都官场人情世故。哎，行了，把楼封了啊，该交代也交代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不行，什么就交代完了？这还交代一位呢，他怎么办呀？你看着办。我看着办，不是你一手刀给人劈这儿了吗？不然呢？让他睁眼看着自己哥哥都斗成什么德行了。你还真有点哥哥样。你是我哥，你得向着我呀，我怎么办？今天之后，把自个儿关在家里，我没回来之前不许说来。行，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说。我懂了。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。少爷保重。挣点钱容易吗？这不我的地儿吗？表哥，你怎么睡着了？最近可能长身体，特别困。对呀，我怎么记着这屋里有个人，不知道从哪给了我一下子，然后我就趴这儿。不可能啊！你说从这儿出来一人，给你一手刀，然后你直接你就趴这儿了？好像是，不能！我跟你说，你今儿啊不知道怎么了，你一来啊就奔那榻那儿去了，说是提不起精神头，想睡会儿。我估计你是做梦了。哎，哥，你这眼睛怎么？哎，让驴踢了。驴？你还养驴了？啊，没有，我梦见的。啊！我梦见这儿有头驴给了我一脚啊！看你这梦可够热闹的。
是呢，我还梦见2条狗在这打架呢。那行，咱们继续吧，听曲儿啊。哎，表弟，听我的，今儿先别听了，你先回宫好好歇歇吧。为什么？我最近咱们啊，这个精神状态都很差，对吧？你看梦特别多，我梦见让驴踢了，你梦见让范闲打了，对吧？范闲，要坏人，你梦见让坏人打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算了。大人，没有啊啊！这到底去哪儿了？您说要不是二皇子给抓了，他们能去哪儿？你在京都人缘怎么样？离开这半年，顶多是银钱上有一些纠葛，但也不至于牵扯到家人呐。大人，您先回使团吧。啊，7年对不住您，不能陪您了，我得接着找他们。我陪你一块找。大人，您赶紧走吧，要不然来不及。没事儿，人最重要。夫人，你在屋内啊？爸爸呢？躲什么躲？给你擦擦汗啊！瞧把你急的！哎，我们就在屋里，我哄他睡觉呢。但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你们怎么就消失了呢？被人带走了。带走什么意思？保护我们。保护？谁呀？还能有谁？陈萍萍。没错，陈院长托我带话给你。唐家母子已经放出来了，陈院长会把他们送去儋州安顿。他问你，走之前要不要见一面？不用，我离他们越远，他们越安全。陈院长劝你尽快回使团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陈院长说，北秦一行之后，你恐怕对他有所忌惮。他说他不用解释，语言有时候没有意义。他对你怎么样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，而是看他做了什么。你能看透他吗？天底下谁能看透陈院长啊？夫人，照顾爸爸辛苦了，我跟大人得回使团了。小范大人，你在哪儿啊？眼看都到京都了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兜不住了。看见了吗？此人每天都在对着范闲的骨灰说话，虽然听不清楚说的什么，但这份忠诚，倒确实让人佩服。你在哪儿啊？到底呀？急死我了！好了，眼看就要到京都了，这范闲之死，看来确实没什么意外。走，回京禀告殿下。这。几天都没出门了？是，饭都送到屋里了。是不是生病了？能吃得很，我们还给他准备了好喝的酸酪，还加了水果，瞧着不像生病啊。屋里还有其他人？没有啊。说不准，孩子这岁数，做出什么都有可能。给我，你下去吧。是。
娘，要不您进来？哎，送了。床底下您也翻翻啊。那还一柜子。没人吧？那你为什么天天屋里躲着？平时没这样啊？他不让我出去。谁呀？没事，我自己不想出去。为什么？闯祸了？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我不能出去就完了。不是惹上姑娘家了吧？什么姑娘家？哪有姑娘家呀？没有，你别瞎猜。那你要在屋里待多久？其实也不知道，估计再等一阵就能出去了吧。等人？没有，你别问了您。哎呦，没完了您。姑娘家？哎呀，他要是姑娘就好了，男的。嗯。娘，我这几天没出门，爹有没有问过我呀？问你干嘛？我这么多天没给他请安，他不生气？没有啊。你不在他跟前晃悠，他心情好了许多。我一猜就是，爹从来都没有瞧得上过我。你这孩子，娘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没事儿，您不用哄我一直都知道，从小到大，干什么爹都不高兴，干得多好他都觉得我没用。娘，您说我这一辈子要是都做不出一件让爹骄傲的事儿，是不是活着也挺没什么意思的？思哲，他是你爹，不是真觉得你没用，他只想让你更好。嗯。现在可以说，那个男的是。哎呀，大人，好听了吗？本来也没多大事儿。怎么没多大事儿啊？自从擒获萧安大战之后啊，您这身体内的霸道真气就总不听使唤，就亏了我弄了这辆马车了，还能让您好好的休息休息，要不然又该吐血了。这次范闲之死，我殿下亲自葬。回京之后，我给你们请过。哈哈哈。哎，这口气你得烧，不然让殿下亲眼看看范闲的尸体，他会更安心。行了，还多久回去啊？天黑之前吧，应该能赶上使团了。我得出去透口气。哎，您再忍忍吧。范闲，这么巧啊？那是真巧。谢必安，我都死这么多天了，你还跟着使团给我手头气呢？杀了他，让他再死一次！我冲！
快！大人，是宣阳！赌一把，生死在天！大人，咱赌赢了。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回吧。哎，回去告诉李承泽，在京都等着我。大人，不追了吗？已经离京都不远，无法再冲杀使团。这儿，他就算真的哄不过来。大人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我也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真是不容易呀，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哎，那小严公子说你活不过来了，他跟那瞎说什么呢？我先把这回给你砸了。后边那车队谁的？哎呦，北齐大公主。北齐大公主啊，哪儿来的？啊，一路这不就跟着使团吗？你们刚走不久就跟上来了。北齐小皇帝新下的旨意要跟咱庆国联姻，这一路上跟着使团，天天催路程啊。多亏小严公子据理力争，这才每天走得慢点儿。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跟谁联姻？咱庆国大皇子啊。大皇子，大皇子不是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吗？怎么成亲呢？老大要回京了，边军换了统领，大殿下只带了贴身护卫回京。这么多年，怎么忽然把他给调回来了？听说要成亲，北齐大公主要和大殿下联姻。就这么把一辈子给定了。毕竟是个公主嘛。老大什么时候到京都？就这2天了，已经在城外准备迎接了。接就接吧，还是要跟范闲撞上。怎么说？我算了一下时间，范闲的使团跟大殿下回京应该是同一天。这么巧？按理说应该走2个城门回京，但如果从一个门，您说谁让谁啊？
吩咐下去，巧合也好，修路也罢，总是让这两队啊走同一个城门。